牧羊織布為主題嘅舞蹈。第一隻係嚟自南部 Britannia 蒙特利亞地區嘅西維河 Syrian。第二隻係嚟自東北部 Moldavia 摩爾達尼亞地區嘅牧童 Juvenashu Danakali。第三隻係嚟自南部 Botana 奧爾達尼亞地區嘅捲曲的武士 Ijeli。請大家細心欣賞。
習俗就係男女喺結婚之前咧，待嫁嘅女生同埋佢嘅姊妹同閨蜜咧，會戴上兩副嘅面具，一前一後嚟跳舞嘅喎。佢哋想嗰啲男生知道嗰啲男生究竟認唔認得出佢哋，對自己有幾了解，測試下佢哋係咪值得付託終身喎。以後嚟請細心欣賞小小洋娃娃 Abuja Lily。喺北部 Transylvania 德蘭西亞尼亞地區嘅菲力亞村莊 Philae， 每年3月9號係祭祀嘅日子，婦女咧都會一大清早起身製作糕點，而且放喺教堂嘅前邊，仲會喺墳前燃點蠟燭、敲打木棍，下晝咧就全村人一齊跳舞嘅。舞蹈入邊咧打棍嘅動作，除咗係呼叫先人享用食物嘅寓意之外咧，仲有搓揉麵粉同埋製作糕點嘅含義嘅喎。請大家細心欣賞以下落嚟呢隻舞——菲力亞祭餅舞 Sosuchi Polari。
你知。